千祈唔好用呢個套裝洗男士杯啊！點解咁講？因為用呢個套裝先至係正確保養男士杯嘅方法。好多人可能冇留意，用完啲杯又唔及時洗，容易滋生細菌，又或者用錯咗啲刺激性嘅化學物去清洗。雖然洗得太乾淨，但仲會破損咗本身嘅結構材質。如果再玩嘅時候，有機會會對下邊軟弱嘅皮膚造成損害，嚴重啲仲會紅腫、痕癢、敏感，搞到隻杯。新買冇幾耐，只係用幾次就要再買過。但係假如你用咗我哋呢款清潔三部曲套裝，我驚你隻杯從此保養得太好，玩極都唔壞。因為呢一款專門為男士杯而做嘅清潔泡沫，可以清潔，但同時唔會損害本身材質。當中特別成分仲可以有助抗菌除臭同分解杯入邊嘅污垢物。清潔完之後，仲有特別而設嘅吸乾棒，吸乾之後再用噴霧噴一噴，仲可以保持抗菌。自從有咗呢款清潔三部曲，你會發現啲杯越嚟越耐用。假如你都唔想成日都玩同一款，反而想換多幾款試下，咁就唔好買呢一 set 清潔套裝啦。過嚟我哋旺角 W 商場19 Toys 門市有會員優惠，即場入會減30蚊。再送多張50蚊優惠券，下次用嘅。